哇！中意踢波嘅朋友你有福啦！呢個項目絕對啱你，200平方嘅大平層啊，首期只需要20萬左右就可以上車啦。江景豪宅啊，樓下自帶足球場、羽毛球場、網球場，項目隔離自帶一個商業綜合體，係市中心嚟嘅。呢個位置返香港都係只需要1個鐘嘅，全部係現樓嚟㗎，現樓現證，買邊個單位就可以上邊個單位度睇。嗱，阿生帶你去睇睇我哋嘅實體現樓啦。而家睇到嘅都係現樓啦，現樓現證啊，即買即交樓即辦證嘅。樓下就係我哋嘅泳池啦，超大嘅泳池。園林而家都係現有㗎啦，都非常之靚仔嘅。喺小區裏面，整體嚟講都係非常之舒適嘅。一上到來，左手邊就係我哋200平方嘅山水大平層啦，01、02戶型，直接幫你打通。因為我哋係毛坯交樓嘅，一睇到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未來想點執、點裝、點豪裝，係嘛，都係按翻自己諗法，都可以裝到噶啦。有我哋呢個客廳，8米闊嘅超大客廳啊！平時搞 party 啊，約朋友過來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又有6個房間嘅。我哋先睇一眼我哋啲景觀，山水景觀。呢個陽台都比人哋大好多嘅。全部都係冇遮擋嘅啦，而家啲景觀全部未來都係冇遮擋嘅。然後我哋睇返我哋40平方嘅總統套房啊，主人套房40平方啊，40平方喺裏面坐飛機都可以㗎啦。景觀都係可以睇到啲江景嘅山水江景，水為財啊！一起床見到水都特別開心嘅。有房間咧，仲送一個空中花園小陽台啊！種花種草，養啲動物啊，各方面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如果未來鍾意咧，又可以封埋窗嘅，搞埋其他啲用途都係非常之 OK 嘅。兩個單位左右都係一樣嘅戶型。總價只需要140萬至160萬就可以全部搞掂啦。空中花園都有2個啊，呢個睇園林嘅。未來想點執點玩都得，係嘛？幾個單位睇下景觀咧，都係山水江景嘅。呢個位置返港珠澳大橋都係60分鐘，返香港1個小時。樓下就衣食住行一應俱全嘅。有興趣嘅朋友發666，發詳細資料，免費約睇樓。